那之前呢，我们关于心类学的内容呢，最主要是讲到心和心所的部分，也就是第68页心和心所的部分。那讲完了心和心所的性象，那接下来呢，就是想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关于空性的这些内容。那为什么会想要介绍这个关于空性的内容呢？因为就是我们第2年的课程呢，其实剩的并不是很多。那加上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要多去思维，就是智慧分和方便分呢，二者呢我们都要去做思维。那关于方便分的方面呢，就是我们呢有在思维归一和发心。那在思维归一发心之后呢，那同样的呢，对于智慧分的内容呢，我们是要去好好的去做思维。所以呢，就想为大家呢来介绍一下空性。那关于说介绍空性的论述呢，有非常的多。那我们呢，最主要就是依靠着宗喀巴大师呢所造的《路中论善显密意书》呢，然后来做解释。我想以这本论述呢来作为解释的话呢，可能大家呢会更容易的去做了解，而且也可能呢比较好懂。那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以《路中论善显密意书》呢来做我们最主要讲述的内容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宗喀巴大师呢所造的就是5部关于就是见解的论著呢，也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广论还有略论里面的广略的毗婆舍那，那还有像是就是现在所讲的呢《路中论善显密意书》，那还有呢关于是中论的智识中论的大书，也就是正理海，那还有像是了不了义或是缘起赞等呢，那这些是宗喀巴大师关于就是见解的5部论著。那为什么说我们不去用就是中观根本慧论或是宝鬘论来做解释呢？因为我想到说我们就是之前有说要定下12年的学制，那在12年的学制里面呢，第11年跟12年呢，可能是讲述就是道次第以及密续的部分，所以在第9跟第10年的课程呢，我们也是在讲述中观的内容。那第9跟第10年讲述中观的内容呢，也是以《路中论善显密意书》呢，然后来做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教材。那我们知道说，其实除了路中论善显密意书之外呢，也有很多关于空性的这一些善说的这些解释，像是路中论根本慧论，然后还有说像是中论根本慧论，还有像是宝鬘论，以及像是路中论，还有像是路中论智释等等。那以路中论善显密意书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它最主要呢是解释路中论的意思。那所以呢，我们在阅读路中论善显密意书的时候呢，然后配合着路中论，还有月生大师他所造的路中论智释呢，然后来做讲解的话呢，那大家会有一个比较完整以及全面的内容。那一开始呢，其实在讲述说要讲述关于空性的内容的时候呢，我想说是不是就是从中观根本慧论里面找一些寄颂，以及说像是宝鬘论里面呢再找一些寄颂，还有路中论里面再找一些寄颂，就是用这些寄颂的方式呢来为大家解说。但是后来想一想呢，就是我们既然要解说就是空性的话呢，那加上说我们第9、第10年也是要讲述就是空性的内容，而且也是以路中论善显密意书作为一个根本的话呢，那干脆现在就直接一开始我们就以路中论善显密意书呢，然后来作为一个根本。然后因为呢以这本论著作为根本的时候呢，那我们要延伸的时候呢，同样是可以延伸到像是中论的根本慧论，以及延伸到宝鬘论去。因为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根本的一个见解呢来当做基础的话呢，然后这边讲一点那边讲一点的话呢，那怕大家可能会乱掉。所以呢后来想一想之后呢，就决定以就是现在呢我们说简短的介绍空性，虽然是简短的介绍空性呢，但同样呢我们也是以路中论善显密意书呢来作为我们的一个教材，然后来作为一个讲课的内容。那我们在学习中观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龙树菩萨呢，他就是我们所尊奉的就是中观的大车鬼。那为什么把龙树菩萨尊奉为中观的大车鬼呢？因为最主要呢就是他开显了中观的内容。那龙树菩萨呢，他最主要觉着中观论述最主要的一本论点呢，就是中观根本慧论。
那就是在中观根本会论里面抉择了所有有关甚深空性的这些内容。那一般我们讲说中观根本会论呢，它是抉择了就是中观中的内容，但是呢，它到底是属于秩序派的呢，还是应成派的呢？那这边并没有特别的呢去做抉择，就是总而言之呢，中观根本会论呢，它是两派所共许的，就是抉择了中观见解最主要的一个论著。那所有在解释中观根本会论的论著里面呢，解释里面呢，那关于中观根本会论它字义上的解释呢，就是中观名句论。那对于中观根本会论它意义上去做解释呢，那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路中论。那路中论的著作者呢，就是约圣大师。我们在解释路中论的时候呢，讲到路中论的这个中字呢，指的就是指中观根本会论。就一般我们在讲述中观的时候呢，可以分为道中观、果中观，还有论中观。那所以这边所讲的路中论的这个中呢，它指的呢就是指论中观，也就是呢中观根本会论。那我们在讲述到道中观的时候呢，提的呢就是证得空性的这个道呢，称之为是道中观。那论中观呢，指的呢就是阐释或是解释呢空性道理，或是阐释中观见解的论著呢，称之为是论中观。那一般在讲述论中观的时候呢，最主要指的呢就是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会论。那至于果中观呢，就是我们透由了修习道中观之后呢所获得的果位，那也就是一切遍智。那所以在这边路中论呢所讲的论字呢，讲的就是中观的论点，也就是提到说是中观根本会论。那中观根本会论呢，它本身对于就是道和方，对于智慧以及方便二者呢，它最主要诠释呢，就是主要的所诠呢是诠释了智慧的内容。那对于广大行的方面呢，就是以隐逸的方式呢在做解释。但是到了路中论的时候呢，它是同时就是阐释了甚深见以及广大行二者呢都做解释。所以我们在讲述路中论的时候呢，可以提到说路中论呢，它是同时阐述了甚深见道以及呢广大行派。在这边呢，我们讲述到就是路中论的时候呢，还是提到说路中论它透有就是他对于甚深以及广大派二者呢，都是有做解释。那在讲述到说，路中论它的根本经典是什么的时候呢？就是为什么会提到说根本经典呢？就是我们在讲述现光庄严论的时候呢，就一开始在学习现光庄严论会提到说，现光庄严论呢，它最主要解释的经是什么呢？它最主要所解释的经呢，就是佛母经。那所谓的佛母经呢，也是我们所讲的般若经，那也就是讲述到般若的广中略三种般若。所以呢，现光庄严论它最主要解释的经典的内容呢，它最主要就是解释佛母，也就是般若经的内容。那有了现光庄严论作为佛母经的一个解释之后呢，所以就有了最主要的现光庄严论的解释，也就是呢施治贤论师所造的名义论。那名义论呢，名义论它又把就是根本论点呢，就是把现光庄严论当作它的根本论点。那根本经典呢，也就是般若经。所以解释般若经以及现光庄严论的印度大德所造的论点呢，总共有21部，就是加上名义论呢，总共有21部论点呢，最主要是在解释般若经以及现光庄严论的内涵。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后续在做解释的这些论著的时候呢，它都会有一个根本所依的根本的经典以及一个根本的论点。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以现光庄严论来说的话呢，它最主要的依据呢，就是以佛母经呢来作为它所解释的一个内涵。那它是一个根本的论点，那最主要去解释的呢，就是透有名义论。那如同这个样子呢，我们就是要说，路中论呢，它在解释的时候呢，它最主要依据的呢，它最主要所依据的经典呢是十地经。那它最主要就是依靠着十地经的内容呢，然后配合着就是中观根本会论。所以呢，它在解释中观根本会论的时候呢，最主要是拿十地经的内容呢，然后二者做结合呢，然后来做解释。那我们知道说路中论呢，它本身呢就是分为就是10品。那10品每个地方呢，就是讲到了就是讲述了10种的发心。
那在讲述十种发心的时候呢，那其实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六度，就是从布施开始一直到智慧度呢，总共有六度。那后面呢，再加上方便、利，然后呢，回向以及智慧呢，这四品，所以加起来呢，总共是十地，也就是所讲述的十种发心。那我们在解释路中论的时候呢，最主要的呢，并不是在前面的1、2、3、4、5品，因为前面1、2、3、4、5品呢，最主要是讲述从布施呢，一直到就是禅定呢，就是属于方便分的内容。所以呢，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在解释关于中观的见解的时候呢，最主要就是从第6品呢开始做解释，也就是从智慧度的地方呢开始做一个解释。那我们知道呢，就是《路中论善显密意书》呢，是宗喀巴大师呢，就是晚年的作品。那尤其是在我们刚刚讲述的五种论著里面，五部关于见解论著里面呢，那善显密意书呢，它是最后面的著作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就是善显密意书，它可以是在所有中观见解里面呢，宗大师的中观见解里面呢，算是最严谨以及最圆满的。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宗大师年纪的增长呢，他对于说见解的理解以及见解的经验呢，是越来越深的缘故，所以越后期的作品呢，所诠释的内容呢，就会越圆满，然后也越准确。那我们知道说，就是善显密意书呢，就是这样一部论著。那以三大师来说呢，就是三大师在学习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知道说三大师在学习，当然包括了扎什伦布师呢，在学习中观的时候呢，最主要呢就是以路中论呢来作为一个主要学习的内容。那就如同说在学习现观部分的时候呢，那无论像是甘丹、哲蚌、色拉氏乃至说扎什伦布师呢，在学习的时候呢，都是以就是除了现光庄严论本身之外呢，那也一定会阅读的呢，就是刚刚所讲的，就是名义论，施智贤论师所造的名义论。那除此之外呢，那必定要阅读的呢，也有像是宗喀巴大师所造的经曼论，那还有像是贾察杰大师所造的，就是有关现观的善说庄严论。那还有克祖杰大师呢所造的关于现观的这些论著，那这些呢都是要附带的一起去阅读的这些内容。那到了中观的时候呢，就是最主要的呢就是讲到是路中论的缘故，所以三大师的出家人呢，包括扎什伦布出家人一进到中观的时候呢，并不是阅读自己就是所读的这个智宗祖师所著的论著为主，而到一进入中观的时候呢，最主要所看的论点呢，就是全部都是以善显密意书呢来作为根本。那除了善显密意书之外呢，那同样呢也是会依照宗喀巴大师所造的，就是关于就是中论的这个字义上的解释，也就是正理海，然后来做阅读。那还有说像是了不了义的后半部，那了不了义的后半部呢，就是提到说除了前面中观唯识中的部分呢，那后面关于中观的这些解释呢，那就是透由这些来做于阅读。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呢，就开始先学习呢路中论善显密意书，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路中论善显密意书，就是第2册中册。那大家请翻到第86页。那我们从第86页的最下面开始。那第86页的最下面呢，就提到说庚三。那这个科判呢，就讲到说观甚深缘起真实分5。那就是提到说呢，观甚深缘起义呢，那它分为5个科判。那为什么这边要先讲到说观甚深缘起义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呢，并不是从到第6品的时候呢，才开始做讲述。我们知道说，在初地菩萨他刚进入见到位的时候呢，他就能够见到了甚深的缘起义。那他所见到缘起义的时候呢，是怎样的一种相状呢？所以这边就开始解释到说，观甚深缘起义的时候呢，我们要透由怎样的方式呢，去观察什么叫做甚深的缘起。那这边呢就分为5个科判。那第一个科判呢就提到说立志宣说甚深义。那第2个呢讲到说可说深义法器。那第3个呢说到说后引发功德。第4个劝法器人听闻。那第5个呢宣说缘起真实。那第一个科判呢就讲到说，就是立下一个
立下一个誓言，然后就讲是说我呢要开始讲述呢就是甚深缘起的这个道理。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可说甚深可说深义的法器，就是对于什么样的人呢，什么样的友情，什么样的所化机呢，你能够对他宣讲就是甚深空气甚深的空性。然后第三个呢就讲到说如果对他们讲述甚深空性的话呢，可以引发怎样的功德，所以讲到说后所引发的功德。那第四个呢就劝法器人听闻，就是第四个呢就会跟就是这个堪为文器的堪为作为中观文器的这个所化机呢，就跟他说你现在已经具备了听闻空性道理的所有的顺缘都已经具备，然后违缘呢都应该尽除，所以你呢应该要好好的呢来听闻空性的内容。那这是第四个科判的内容。那第五个呢就是宣说缘起真实义。那到第五个科判呢就开始正式的讲述说解释什么叫做缘起，什么叫做甚深的这个甚深缘起的含义呢是什么。那从这边呢就会开始讲述到就是两种无我的内容。这边呢就是提到说第一个就是在庚三的这个科判呢，就是第三呢提到说观甚深缘起真实。那观甚深缘起真实义呢，为什么会提到说甚深呢？提到甚深的意思呢，就提到说空性的道理呢，它是非常甚深的。那为什么叫做甚深呢？甚深的意思呢，就是难以证得的意思。所以呢，一般我们会讲述到说甚深见道以及广大行道，就比方说这个见解呢，关于中观的见解呢，它是非常甚深的。那它甚深的原因呢，就是它难以证得以及难以说明的缘故。那所以呢，在讲述空性道理的时候呢，它跟我们一般的世俗法呢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说它跟一般我们的世俗法不一样呢？因为就是以我们凡夫来说呢，我们凡夫要了知空性的时候，能够像圣者呢，他在入生根本定智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完全呢，就是在入定专注观察空性的时候，如同他们这样子去见得空性一样。然后凡夫可以如同这个样子去证得空性吗？是没有办法的。凡夫没有办法像圣者在入圣根本定智的时候呢，那样子像亲眼见到空性一样呢，如实见到空性一般。所以因为呢这个缘故，所以把空性呢称之为叫做难以证得。因为难以证得的缘故呢，称之为是甚深，就是无法现见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在讲述到甚深空性的时候呢，就是除了刚刚所讲述的第一个原因之外呢，那第二个原因呢，把它称之为甚深的原因，就是因为当圣者呢，他在入圣根本定智现见空性的时候呢，那这时候他所现见在圣根本定智当下所现见的空性呢，我们是能够透由能全身去诠释吗？没有办法，因为能全身呢无法如实的去诠释，就是圣根本定智当下呢所见到的空性的相状，所以能全身呢是无法诠释的。所以同样的呢，透由分别心呢也是没有办法如实的看到，就是如同圣根本定智现见空性那样的去见到空性。那这边并不是说呢，空性它不是能全身的境，也不是说它并非是分别心的境。那这个我们之前在心类学的时候呢，已经有讲到过了，就是空性呢，它也是就像是它是加行到四第一法的对境，因为加行到四第一法呢，它是可以透由异共相呢去证得空性的。不过虽然所讲的呢，就是它虽然说能够见到空性，但是它无法如同在圣根本定智见到空性那样子去见到空性。那圣根本定智现见空性的相状是怎样呢？是以末二相的方式呢去证得空性的。那以末二相的方式去证得空性的这个呢，只有圣根本定智才有办法做得到。其他无论像是透由能全身去解释，或者说透由分别心呢去证得的时候呢，是完全无法做到就是二相以末的方式去诠释或是证得缘故呢，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把它称之为是甚深。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个呢，就是庚三讲了，就是我们上述讲了甚深的，为什么称之为甚深？那第二个呢，提到说就是缘起真实，就是观甚深缘起真实。那为什么会到缘起真实这几个字呢？那缘起真实呢，这几个字所代表的呢，就是中观中所讲述空性的道理。那我们会用缘起真实来表示空性呢，也只有中观中呢会用这样子的词之外呢，以唯识中来说，唯识中并不会把空性呢称之为叫做缘起真实。那
以四部宗义来说的话呢，四部宗义呢，虽然说他们都应该有承许到空性，那当然说有些论著里面呢是提到说一切有部呢是不承许空性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只要承许空性的话呢，就要承许无遮，但是一切有部呢不承许无遮的缘故呢，所以他们不承许有空性。那虽然说在有些论点是这样去做解释，但是我们以意义来说的话呢，就是从意识上来说的话呢，应该四部呢，佛教的四部宗义呢，都是承许有一个空性，或是有一个无我的见解。为什么呢？因为它都有一个主修的一个究竟的真实。那这个究竟真实呢，就是以上部的宗来说呢，它就称之为是空性。那不论说一切有部呢，它是如何去诠释它的所修的这个究竟的真实。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在四部的宗义师里面呢，全部都会有一个它最主要的一个所修，也就是我们讲到说所修的究竟。那所修的究竟的这个真实呢，以上部宗来说呢，那就把它称之为是空性。那以唯识宗来说的话呢，那唯识宗呢就把他们的究竟的这个所修呢称之为是圣义谛，或是称之为叫做空性。那这是唯识宗的称呼的方法，他并不会把这个空性呢称之为叫做缘起真实。那为什么到了中观宗的时候呢，他把空性称之为是缘起真实呢？因为中观宗他在诠释空性的时候呢，最主要就是因为说为什么是空性的缘故呢？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是缘起的缘故，他是把一切呢都是归类在缘起的缘故，所以才把这边呢称之为叫做缘起真实。因为空性要安立在哪里呢？为什么是空性的原因？是空的原因为何？因为缘起的缘故，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所以中观宗呢才把它的空性称之为叫做缘起真实。所以这个科派呢才会讲到说叫做观甚深缘起真实。这边呢就是要区分一下，就是这里呢跟大家讲述说，就是我们讲说观甚深缘起真实呢，就讲说空性称之为是缘起真实呢，这个是只有中观派呢做这样子的程序，但并不是说呢中观派以下呢不承许缘起，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在中观派以下呢，就是以从唯识宗之下呢，他们还是同样呢是承许有因果的缘起的，那就是像是一切有部、经部宗还有唯识宗呢，他们是承许就是有为的缘起，就是透由因缘而起或是因缘而生的这种缘起呢，因果的这个缘起呢，他们是承许的。但是唯识宗以下呢，他们是不承许就是无为的缘起，他们的所有的缘起呢，只承许就是这种依着因缘而升起的这种缘起呢，也就是因果缘起之外呢，他们不承许就是无为法呢，也是有所谓的缘起。那所以呢，四部宗义呢都是承许有缘起，不过呢，就是在粗分跟细分之上呢有所差异之外，那以中观宗来说的话呢，中观宗它又承许了就是无为的缘起。那无为的缘起里面呢，它同样呢又分为就是知分的缘起以及依着施设处的这种缘起。那我们知道说在中观宗里面呢，分为秩序以及应成呢这两派。那秩序派呢，它是承许的就是依着知分的缘起。那应成派呢，在此之上呢，就是成立了最为深细的缘起，也就是依着名言安立的这个缘起。所以在这边呢，讲到说观甚深缘起真实呢，所讲到的就是承许空性叫做缘起真实的呢，是只有中观宗，但是并不表示说下部宗呢不承许有缘起。那所以光从这个科判来看呢，观甚深缘起真实这个科判的名词来看呢，我们就可以表示到说，这里面的以下所有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这个科判所表示的内容呢，它所代表的呢，就是中观宗它不共的这种见解。因为呢，如果只是说观甚深真实义的话呢，观甚深真实的时候，那这个呢，就是表示唯识宗它其实也承许，就是它的空性呢是甚深真实，但是它不承许它的空性呢是缘起真实的缘故。所以我们光从这个名字呢，就可以了解到说呢，观甚深缘起真实。所以从科判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以下的内容呢，它完全表示的呢，就是属于中观宗它不共的这种论点。那同样的呢，这个在龙树菩萨所造的根本慧论24品里面呢，也有提到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那也就是从这边呢，特别阐述到了说，所有一切的法呢，包括空性的法门呢，它也都是从因缘而生的缘故，所以讲到了观甚深缘起真实。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了就是第一个科判的内容。
在这边呢，就是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四部忠义的一个差别处。就是我们在讲述到说，这边讲到就是最究竟的这个见解呢，称之为叫做真实义也好，或讲说真实，或是我们讲的究竟的所修。那以究竟所修来说的话呢，那以一切有部还有经部中来说呢，他们的究竟所修呢，或者说他们所谓的真实义呢，就是所谓的无我。那这个无我就是一般我们所讲述的人无我。那他们的究竟所修呢，就是讲到说他们的以下部中来说呢，他们最主要所安立的呢，就是安立到所谓的人无我。那他们的人无我呢，就是提到说，他们所谓的人无我呢，就是没有一个所谓的常依自主的这一种我。那这个呢是他们所谓的人无我。那到了唯识派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说呢，就是你们如果只破斥了就是人我的话呢，就是你只有承许人无我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你只能对治了所谓的烦恼障之外呢，你是没有办法对治所知障的。因为唯识中呢，他承许说呢，有两种的障碍，那也就是所知障以及烦恼障。但是呢，我们透有呢，就是对治常依自主的我呢，仅只能够对治掉烦恼障之外呢，他是没有办法对所知上呢有任何的违犯。所以呢，唯识中呢，他就说，在这个之上呢，在我们对治这一点之上呢，其实还要加上一个。那所要加上的呢，就提到说，能取所取的这个一体空，或是能取所取直异空，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讲述的二取空。或者说呢，唯识中呢，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趋入的，就是为此生所趋的趋入境呢，志向成立空的这种空性呢，那是对于唯识中呢所成立的这个空性。那这两者呢，就是他所谓的真实义，就是他的究竟所修，也就是透由这样究竟所修呢，才能够对治所知障。那也唯有这个样子呢，才能够成佛。所以他在比下部中呢，除了对治人我之外呢，还有多了一个对治法我。所以呢，他有了就是人无我以及法无我两种不同的见解。在唯识宗之上呢，那我们就讲到说，中观派呢，它又分为了秩序派及应成派呢这两者。那秩序派呢，它在就是唯识派所承许的二取空之上呢，还有多加了一个，还有把呢就是一切法呢非地时存在呢加上去。那它并不是不承许说唯识派所说的二取空，它也承许说二取空呢是所修，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究竟的所修。就是如果呢你想要对治所知上的话呢，光修习二取空呢是不够的，你呢在这之上呢还要加上一个一切法呢它是非地时成立的这一种呢，那这个呢才是秩序派的它的主要的所修，也是秩序派呢它的究竟的真实意。那到了应成派的时候呢，那我们知道说秩序派它在安立一法的时候呢，就是它会安立就是每一法除了境之上境志向成立之外呢，那也要透由就是我们的心去安立，就是除了境志向成立之外，还要心去安立之上呢，就是这二者合之后呢，才能够成立这一法。那到了应成派的时候呢，他的承许是呢，一切法呢，所有的外境呢，它在志向上是完全不成立的，一切法呢，它是唯心所安立，所以他把秩序派所承许的二者合才能够成立一法的这个条件呢，他去掉了一个，他认为说每一法的条件呢是不需要透由自性成立的，境那一方是不需要透由自性成立，只需要透由我们的心去安立就可以了。所以到了应成派呢，他最主要的所修就是呢，就是讲到了一切法呢志向不成立，或是一切法呢自性不成立的这一点。那所以呢，这边就显示出了就是四部宗义呢，它对于它的每一个所谓的真实义，或是它的主要的所修呢所界定的不同。那下部中呢是只有所谓的人无我，那到了唯识以上呢，就是同样承许了人无我以及法无我这两者。不过对于法无我的承许之上呢，又变得越来越细微。那我们现在最主要抉择的法无我呢，就是中观应成派呢所抉择的这个法无我。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第一个科判，就是立志宣说甚深义。那立志宣说甚深义的时候呢，就是提到说，
第六地的菩萨呢，他能够现见空性的话，就是那云何现见缘起之真实性？就是中文只翻到说云何现见缘起之真实性。那在这之前呢，就是藏文有一句呢，就是说在第六地的时候呢，他是第六地的菩萨呢，他要是能够现见缘起的话呢，那他是云何现见缘起的真实性？那这边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说第六地他能够现见，就是现见缘起呢？那这里呢就讲到说，六地菩萨的时候呢，他到六地的时候呢，他能够对于般若度呢，就是升起了殊胜的修持，所以他对于般若度的这种体会呢，是超胜于就是前五地的菩萨。所以因为超胜于前五地的菩萨的时候呢，所以这边一开始才会问到说，那第六地呢，他既然能够见到缘起真实性的话呢，那云何现见缘起之真实性？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产生。那第六地菩萨呢，他是如何能够升起这种般若度殊胜修持的这一种，然后去现见缘起的真实性呢？接下来呢，这边就提到说释论答云。那我们只要在善显密喻书里面呢看到这个释论答云的时候呢，那这个释论呢指的都是入中论的智释，也就是月称菩萨呢他所造的月中论的智释。那在入中论的智释里面呢，那这边所讲述的就是月称菩萨呢他的自谦之词。那自谦月称菩萨呢他是如何来回答的呢？那他很谦虚的说到呢，就是比缘起实性呢，就是提到说呢，就是第六地菩萨呢，他所见到的这种缘起的这个实性呢，非无背无明后羿障蔽慧眼者之境界。就提到说呢，他们所见到的这种缘起的这种内容呢，缘起真实性的这个内容呢，并非像是我等的，就是和我一样，就是具有无明，然后后羿就是指我们眼睛的那种眼翳。那从这边的眼翳呢，所代表的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无明，就是由眼翳呢来代表无明，就是我们呢，像我以及如同我的这些有情呢，我们因为无明的缘故，就如同眼睛上面呢有一层厚厚的这个眼翳呢，然后呢会避障我们的这些慧眼，所以并非呢吾等无明后羿障蔽慧眼者之境界，那唯是第六地以上之境。那这个呢是第六，因为我们刚刚讲说第六地的菩萨呢，他已经获得就是般若度的这种殊胜的修持，所以这种境界呢，我是第六地以上的这种菩萨的境界。所以呢，你这个问题呢，应该呢不是要来问我，你不应该问我，因为我不具备这样子的境界。你应该要去问的呢，是以图善见空性安善那要除无明意成就慧眼之诸佛菩萨。那这边呢就提到说，以图的这个安慧那药呢，就是眼药的名字，就是你应该去问了涂了眼药的这一种。那这个眼药是治疗什么的呢？眼药呢是治疗这种无明的这种翳障的病，所以这边指的眼药呢，它所指的呢就是证得空性的，就是能够善见空性的这个智慧呢，称之为眼药。所以呢，你应该要去问，就是已经涂上了就是善见空性眼药的这一些，然后已经将这个无明的翳障给除掉，然后成就了慧眼的这些诸佛菩萨，而不是来问我这个还没有获得六地的这个人。接下来呢，就是宗喀巴大师呢对于上述的这个问答呢，然后做了一个收摄，所以宗喀巴大师就讲到说呢，就是由此当知呢，就是我们要了解真实义的意思，就是要去请问真实义的意思的时候呢，那我们要请问的对象呢，就是要请问六地以上的菩萨，就是以上的问答呢显示这样子的内容。那这两句话呢，在中文里面呢也没有。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就是宗喀巴大师就是总结到说呢，如果我们要请问到有关真实义、甚深缘起真实性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呢，那我们所要问的对象呢，就是应该要去问六地以上的菩萨。那除此之外呢，那就如同我们这边正文所讲到的，由此当知如图安善那要令眼明了，非晚其眼。如是由图善见空性安善那要令慧眼明了，非窝明眼。那这边呢就提到说呢，就是当我们呢透由上述的这个问答呢，我们可以了知到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涂了这个眼药之后呢，涂了这个眼药，它可以让我们的眼睛呢变得更清明之外呢，并不是涂了这个眼睛之后呢，然后我们的眼睛就像被挖掉一样不见了，并不是这个样子。那就如同这个玉来说呢，就是当我们呢
善见了空性的道理之后呢，那应该呢会让我们的慧眼呢变得更为的明了，而不是呢我们善见了空性之后呢，然后我们证得空性的智慧呢就不见了。那这个表示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呢现证了空性以后，我们获得了慧眼，证得了空性之后，那我们的慧眼呢，应该是随着我们的地道的功德呢，不断的增长。那我们证得空性的智慧呢，它也会不断的增长，而不是当我们证得了空性，了知了空性之后呢，然后我们的慧眼呢就消失了。所以最后面的总结呢，就讲到说，故此中无毁谤圣根本定，全无智慧之恶见也。那最后一句话呢，最主要呢就是破斥一些藏地的一些就是先前有一些见解呢，他们是说在圣根本定智的当下呢，就是无境、无心、无道、无智慧，就是什么都没有。在圣根本定智当下呢，它是没有任何的所缘，什么都不存在。那这个呢才是圣根本定智。那所以中华大师就说呢，如果说我们了解了上面就是路中论智士的这个譬喻的话呢，那就可以了解到说，我们能够见到空性之后呢，那只会让我们的慧眼变得更明了之外呢，并不是让我们的慧眼不见。所以呢，以应成派的智宗来说呢，他没有毁谤就是圣根本定呢完全无智慧的这种恶见。接下来呢又是一个问答，那接下来的问题呢就问到说，般若经与十地经等岂不明说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见缘起性乎？那这边呢就有人就产生到疑问说，就是关于般若经，或者说那特别是以十地经来说的话呢，它不是在讲述到菩萨呢该如何的修习般若波罗蜜多，那这边的般若波罗蜜多呢讲的是所谓的自性般若。就是我们知道说呢，般若呢，它又分为4种。那第一个呢是自性般若，那自性般若呢，也就是所谓的空性。自性般若和空性二者呢是同义的。那先有了自性般若之后呢，那有了空性之后，那接下来呢就有一个诠释空性的这种论点或是经典。那这个呢叫做经般若，就是诠释空性的这种经典呢，称之为叫做经般若。那透由呢我们去闻思经般若之后呢，然后如实的行持，内心能够升起道般若。那道般若呢，也就是证得空性的智慧。那透由证得空性的智慧呢，然后不断的修持，最后能够获得果般若，也就是获得一切遍智。所以呢，先有自性般若，有了自性般若之后呢，才有了诠释智慧般若的经般若。那有了经般若之后呢，依着经般若的闻思修持之后呢，然后在心绪之中升起了道般若，然后最后呢，而有了果般若。所以在这里呢，岂不明说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呢，这边讲的修行的般若波罗蜜多呢，指的呢就是指自性般若，就是修习空性的菩萨。那所以呢，这边问的人呢就提到说，关于般若经呢，还有像是十地经，特别是像是十地经里面呢，它里面有讲述到说，菩萨呢他该如何修习空性而现见缘起的。那这些经论不是都有讲述到吗？像是般若经、十地经里面不是都有讲述到吗？所以呢，你可以随着就是般若经以及十地经呢里面的那些内容呢，然后你来做一个宣说。那问的人呢就这样子问月生菩萨。那月生菩萨呢他就回答到说呢，圣教密意亦难解，吾辈虽依圣教亦不能说也，此依自力解说而言。那月生菩萨呢他就很谦虚的回答到说呢，虽然说在般若经以及十地经呢他有很清楚的讲述到说菩萨呢该如何的去修习般若，但是呢缘起经、般若经以及十地经，它的密意呢，就是像我呢这样子鲁钝的人呢，也是很难以理解。所以，就算我依着般若经跟十地经呢，我也没有办法去为你们解释到说，呢，就是如何观甚深缘起的真实性。那这边呢，就特别提到说，此依自力解说而言，就是以月生菩萨他自己说，以他自己的能力呢，他是没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解释。那虽然说以我自己的能力呢，没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解释，但是然康为定量师夫所造宣说真实义诸论，则能无导解释经义，要以彼论乃能了解圣教密意。那这边就提到说呢，虽然呢我凭我自己的能力呢是没有办法为你们解说这些，但是呢有一个就是为佛陀世尊呢所受记的大车轨呢，那这个大车轨它本身是一个定量师夫，那透由他所造的就是去宣说解释
真实义、真实性的这些论著呢，它是能够无导的去解释般若经以及实地经的这种内涵，所以我们可以依着龙树菩萨呢所造的论点呢来了解，就是圣教的密意，也就是般若经以及实地经呢它所解释的内涵是什么。接下来呢，就讲到说颂曰，那这个偈颂呢，就提到说就是入中论的根本颂。那这边是第6品的第3个偈颂，就是讲到说呢，如彼通达甚深法，依于经教及正理，如是龙猛诸论中，随所安立今当说。那这边呢，就开始解释到说呢，就是如彼六地菩萨通达最甚深法，如是龙猛菩萨无导了解诸经义矣。那这边呢，就提到一开始呢，就是有人呢，就是在问月称菩萨说呢，就是六地以上的菩萨呢，他是如何去通达甚深的缘起性？那月称菩萨呢，他就回答说，像我这种就是有无明厚重呢、障蔽慧眼的人呢，是不了解的。那你唯有问就是六地以上的诸佛菩萨呢，他们才能够理解。那接下来呢，这个人又问到说，那你可以透由，就算你自己不了解呢，那你也可以透由般若经以及实地经的这些内容呢来做讲说，就是依着这个圣教的内容呢来做宣说。那月称菩萨呢也是回到说，圣教的内容呢，就是圣教密意呢也难以理解，那就算是我呢也没有办法完全的了知，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宣说。那这个时候就说，那他就讲说，虽然说我没有办法凭自力来做解说，但是呢，可以依着定量是佛呢，就是佛所受记的这种大车轨的所造论辩呢来做解说的话呢，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呢，如彼六地菩萨所通达最甚深的这种甚深的缘起性呢，如是龙猛菩萨无导了解诸经义，就是六地菩萨所通达这种最深深的内容呢，那他是龙猛菩萨呢，也就是龙树菩萨呢，他能够毫无错误呢，毫无颠倒的完全到了解到就是般若经以及实地经的这些他所有的经的这些内意，它的内涵，然后在他的根本的论点呢，也就是中论，就是我们的中观根本慧论里面呢，他依诸经藏呢，就是他引了许多的就是其他的佛陀的这些经藏呢，然后来做解释之外呢，基于正理，那还依靠着就是能成的理路呢，然后来显示诸法的真实义。那透由这样子呢，就是除了引经之外呢，还有透由各种理路来解释诸法的真实义的话呢，极为明了。透由这样来解释呢，可以让我们非常清楚的了知。那所以接下来呢，就讲到说，故月称论师唯一龙猛菩萨论中所说真实义，今当如彼教规而说。那就提到呢，就是一开始呢，大家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呢，那月称菩萨都说他自己没有办法回答。那依经论呢，以他智力呢，他也没有办法去做解说。那他唯有呢，就是依靠着就是定量的大师，也就是佛陀所受记的大车轨呢，龙树菩萨所讲述的内容呢，然后由此呢来宣说真实义。那这边呢，也就是讲述了刚刚的就是入中论的根本论的里面的这个解释，就如彼通达甚深法，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如彼呢六地菩萨呢他所通达的最甚深的法呢，那依于经教及正理，那最主要呢就是依靠龙猛菩萨他的中论里面呢，就是透由他诸有引的种种的经教以及呢能成构的这些正理呢，然后如是龙猛诸论中，就是依靠着龙猛菩萨所造的这些无导了知的真实义的这些论点的所说的真实义呢，随所安立今当说，就是今天呢我就是今天呢我呢就是月称菩萨呢，他本身呢也是随着龙猛菩萨所讲的诸论里面呢如何的宣说呢，那我今天呢也是如是的去宣说，所以提到说今当如彼教规而说。这一段的内容呢，对我们来说为什么是重要的呢？那因为呢，在宗喀巴大师呢所造的了不了义善说藏论里面呢，在了不了义善说藏论的一个总说里面呢，就是他没有特别列出一个科判。那同样呢，他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呢，就是我们呢对于说真实性呢，就是所有缘起的这种真实性呢，我们该如何的呢去寻找，就是该怎么呢去了解到说该怎么去了解到说呢，就是真实性呢，我们该如何的去寻找，然后透由什么方式呢去寻找。那同样的呢，除了说在了不了义善说藏论的开头呢有做这样子的科判，就是总说里面呢有提到之外呢，那后面呢是用2个科判呢去做解说。那这2个科判最主要就讲到说，就是为什么要去区分就是
了义以及不了义，就是如何去抉择真实义，然后如何去抉择了义不了义。那在总说的时候呢是有提到的。那同样呢，在宗喀巴大师呢对于就是中论的根本慧论的字面上的解释呢，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中观大书，那也就是正理海呢，它里面同样呢也是透有两个科判呢，然后来做解释。那这两个科判呢，也是讲述到说，就是我们该如何呢去追寻所谓的真实义，就是究竟的真实性呢，我们该如何的呢去寻找。那同样的呢，在毗婆舍那的部分，就是广论最后面毗婆舍那的一开始呢，它同样呢也是列出了就是两个科判，然后告诉我们说，我们该如何的呢，透由什么样的方式呢，去理解到所谓的真实性是什么。所以宗喀巴大师所有的这种中观的论著里面呢，都有提到说这个内容，所以我们这边才会特别讲述到这一段的内容。所以从这边呢，这个科判呢讲到说立志宣说甚深义呢，就是我们光看这个科判的时候呢，好像觉得说这个科判其实没有什么内容，只是呢月生菩萨呢他自己讲了说，他立下一个誓言，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呢，我要来宣讲就是甚深义的内涵。就是乍看之下呢，好像这个科判只是讲是月生菩萨他所立下一个誓言要去解说所谓的甚深义，但是它的内容呢，其实不仅仅是只有去立下一个誓言说我要去宣说这种甚深的空性的这个道理，它最主要呢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该透由什么样的方式呢去寻找所谓的甚深义，或者说我们该透由怎么样的方式呢去证得甚深义。那这个内容呢，不仅仅是在这边的善显密书，就像刚刚所讲到的，像是正理海也好，乃至于说是了不了义也好，或者说像是广略的毗婆舍那里面呢，同样呢都是有这样子的内容。那特别呢是在了不了义里面呢，他就直接讲到说，就是引而护国问经呢，要直接讲到说，空性极尽无生理，众生未解故飘没，悲尊以多百方便，几百正理令彼悟。就讲到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寻找空性，要去理解到空性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所谓的诸法的这个真如，就是诸法的真实性呢，是极难通达的。那虽然说极难通达，但是我们还是要去通达。为什么？若不通达，难脱生死。因为你如果没有办法通达这些的话呢，你是没有办法从生死里面解脱出来的。那该如何的通达呢？那该如何通达呢？就讲说要依靠着就是了不了义经呢去做理解。那如何去区辨了不了义呢？了不了义并不是说仅透由经典里面所讲述的呢，就去相信，而最主要呢是要依靠着就是佛陀所受记的大车轨。那这个大车轨呢，就是龙树菩萨。就看龙树菩萨他是如何去入于甚深缘起义的这一种解说，他是如何做解说，他是如何做抉择的呢？那我们就要如同龙树菩萨呢，他抉择一般呢去抉择所谓的空性，或者说所谓的真实性。那所以呢，这就告诉说，我们在学习宗喀巴大师的论点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只看到这个科判呢，就好像说好像讲到说立志宣说甚深缘起义呢，那他所表示的呢，就只有比方说月称菩萨呢，他就是立下誓言呢，要讲说就是甚深的缘起义之外呢，好像就没有其他内容，并不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在了解说宗喀巴大师他现在呢，在入中论善显密一书呢，是做如是的讲述。那同样呢，关于这部分的内容呢，那可能像是在正理海的总说，或者说像是广略的毗婆舍那里面的总说，或者说我们讲说就是了不了义上说章论里面的总说呢，就是彼此这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互相的拿来说参考，然后后来互相的做补充，而不是呢只看一个说他这个科判呢所讲的内容就是这个样子就是结束，并不是的，而是我们要了解说这些论点我们要彼此呢就是互相的去演阅，然后互相做补充，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的重要。那特别是说像这个科判呢，它不仅仅呢只是讲是到说月称菩萨呢，他就是立下一个誓言要来讲说之外，他其实呢里面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想要希求解脱的话呢，那你该如何去获得这个解脱的方便。那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比如说当我们身体有病痛的时候呢，那我要去看医生的时候，并不是说我随便找一家医院进去呢就可以了。因为呢，如果我们头痛的时候呢，我们要先知道说
治疗头痛的医院在哪里，而不是说你现在头痛呢，你跑去一间皮肤科或跑去肠胃科呢，说要去治头痛，而是呢，你一定要先了解到说，这一间医院呢，它最主要呢是在医治哪一方面的病痛。那你等到了解了它是医治什么病痛的时候呢，你进去的时候呢，你才能够解除掉你头痛的这种痛苦。所以呢，我们既然要希求解脱的话呢，那就一开始的这个总说里面呢，就先告诉到我们说，你既然希求解脱的话呢，那你该从哪个地方呢去寻找解脱的方法？解脱的法门呢，到底是什么？那虽然说呢，在这一些内容里面呢，虽然说它的字义看起来，或者说它的科判的案例呢，或许是有一些差异的，但是它的内容呢是没有差别的。最主要的内容呢，就是告诉我，就是教导我们说，如何呢去寻找就是甚深的真实性。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87页的最后一句，那讲到说，云何得知龙猛菩萨无导解释了义经义也？那这边呢，就是对方呢又提出了问题，就是说，既然呢我问你呢，那你都说问月称菩萨，那你都说你不了解这些的内涵，那你说你也不了解，但是呢，你可以去依靠一个就是大车鬼，那这个大车鬼呢就是龙树菩萨。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就问说，那你凭什么呢可以了知到说龙树菩萨呢，他能够无导的去解释这些经典的内涵呢？你怎么可以？你透有什么方式可以了知的呢？那这边就提到说，月称菩萨就回答说，那当然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龙树菩萨呢，他是世尊呢，在尚未涅槃之前呢，就已经受记了一个比丘，而且受记他说呢，在将来世尊圆寂之后呢，那他会怎样的呢去解释无导解释，就是我的这一些论点，我的这一些经典，他是如何的去解释。所以接下来呢，就讲述到说，去解释到说，就是龙树菩萨呢，为什么可以无导的去解释这些经典的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开始回向，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是对于路中论的根本论颂呢，就是讲了一个寄颂。那对于说路中论的知识呢，就是也讲了很多的内容。